今年台南市吧成立已经超过20档的詹顺良自由会，3月2号暗时嘛迎接第22届会员大会，设开160桌，场面相当盛大，加上热歌人赛助阵，互气氛更加热烈。该会伫詹顺良担任副议长时成立，经过历届会长、执行长一下正人的力量，持续伫关怀弱势甲急难救助付出。会长陈俊旭伫历届应有会长柯志成甲主席詹顺良手中接下新任会长一职，希望开创新局。今仔俊旭来担任这个担当，其实诚惶诚恐。虽然我有担任过真侪社团的领导，但这种社团这样大的组织，我嘛是第一届。希望咱未来，咱的副会长。咱的顾问、咱的会员会当继续甲我支持，互咱联谊会会愈来愈壮大。咱联谊会一直咧关怀弱势，一直咧维持正义，是咱政治界一股清流。所以讲，咱唔是干那咧做公益尔，咱嘛是咱陈志杰议员的最强的后盾，对不对啊？对。该会的创办人兼副议长詹顺良号召建立优良的传统，无形当中嘛吸引各行各业精英加入，共同来关怀社会。尤其联谊会伫执行长郑志杰接棒担任议员以后，公益活动更是一场接一场，甚至受推荐当选112年度台南市好人好事代表，相当难得。联谊会无迄个什么荣华富贵，只有是千斤重大。联谊会绝对无个人的私利，拢是为社会咧奉献的一个公益团体。咱人的领导团当然都是一个社会责任。我相信的每一位在座，不管是咱联谊家族的成员，还是咱联谊家族的副会长、顾问，你拢跟我同款，我们身上都有一份很沉重的社会责任。会中台南市民政局长张灵煌、立委陈廷辉甲这位议员无分哪力，拢到场祝贺，嘛代表展家伫政坛的实力甲好人缘。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